175，新的地，新的天。若是投影，若是还袂使吼，咱来看175，看信息吼，拄好，因为伊有节奏吼，看信息较准。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新政治，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蓝星，新路星，上帝形象运行，自手心我以后万有换新，好万有换新。第二再来，听堂新黎明，上帝的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我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对不起，新的心，跳掉了。对，好，我们第二节再重来一次哈。第二节拍谁哦？我刚有听到无数的声尔。新听堂，新黎明，上帝的灵运行，新力量，新希望，我命的灵运行，新的心，新精神，上帝形象灵运行，自手心我以后万有换新，好万有换新。第三站，思想新智慧，上帝的灵运行，新如花，新契约，我命的灵运行，新名字，新性格，上帝形象运行，自手心我以后万有换新，好万有换新。咱先唱到这吼，咱来练22首，22首。建议大家嘛是看信息吼，因为这有节奏。22首，咱先听一届好啊。全脱甲失败，咱心里甲目屎，地主上帝正手路有记载。第一节，再来唱一届。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出字，写出真爱宽灵的话，咱全脱。失败，咱心里甲目屎，地主上帝正手路有记载。第二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然无真将伊行歪错，
主上帝正手咱受引传。第二节，搁一解。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然不答我，真将伊行歪错。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引传。第五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伊伫破碎就提心灵，伊安慰真奇妙，伊疼痛算不了。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伫第六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再见，再见主永望真爱，愿世界真惊面，人徛起着杀心，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第六节搁一解。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再见，再见主永望真爱，愿世界真滋味，当徛起着三气，让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你伫阮的中间，阮小等要打阮的懊恼，阮的祈祷，真做芳芳的坐到你的面前，求你开阮的耳孔，拨开阮的心来听你的话语，互阮阁会当带着满满的祝福，到阮生活的所在，把你的福音，阁甲传出去，传到世界的地极。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杨最平安，请备办心，准备今日的敬拜。
耶和华赏赐阮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外愿。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请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5节、第6节。有缘徛伫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地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日亲像伫天日。阮是平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囝，人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阮对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成功国我上天，他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50篇。第一圣诗后面1091面，启应文第50篇，就是以赛亚第61章。至管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錫安悲哀的人。
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一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为圣灵，因是上主赐予的子民。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恩典甲主爱满满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主每时每刻拢甲阮三个弟弟。在顺境中，阮会当谦卑，因为阮知是你甲阮同在。在逆境中，阮会当勇敢站起来，因为是你甲阮同在。无论阮行到倒落，你的恩典也一直保守着阮。你伫阮前后为阮，换手伫阮的头前，换手伫阮面顶，时时保护着阮。阮若踢开清早的室，飞到地极，你也伫遐用双手来引带阮，扶持着阮。你的恩典丰富了阮的人生，你的疼痛安慰着阮的心。你是阮完全的倚靠，阮感谢阿罗你。今日是主啊，今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也是5万的主日，阮感谢主。你捌应允我，你要来救赎咱人类。今年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全世界拢陷落在不安、甲惊吓的状况中，有侪人受到感染，侪人因为失业，在经济上受到伤害。求主在这个时刻，阮特别需要主你的救恩，甲5万帮助阮。甲这病毒一灾害，赶紧甲灭无，也求主安慰受到伤害人的心，互因会当勇敢站起来。这礼拜开始阮有一些活动。要来迎接主你的降临，求主来保守阮所有活动，甲所有同工，也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有能力。在即个疫情中，咱会知影，咱的社会也在改变。在即个快速改变的中，阮求主，互阮智慧，互阮能力，也互阮有行动的气力，知影要来安怎来将主你的福音播扬。求主来看顾阮南门教会，互阮会当伫这个社区，诚做最光最盐。最近这2天天气也反冷求主特别来保守阮年长的兄弟，也保守阮所有兄弟身体健康，也求主帮助阮，保守阮每一个家庭一切平安。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时青年团体要来学乐，
因要所献的诗歌是圣诗43首，世间众人拢得恬静，以及圣诗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
感谢青年团契献诗。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到第3节，以及第31章第31节到33节。耶利米书30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以色列上帝耶和华安尼讲：见若我所捌甲恁讲的话，拢着写伫册里。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我要互我的百姓以色列甲犹大受掠的人倒转来，我也要互因倒来我所赏赐因的列祖的地，因就得到这个地罪业。这是耶和华讲的。第31章第31节，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犹大家立新的约，毋是照我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伫我开因的手，带因出埃及地的时所立的。我虽望做因的丈夫，因犹原背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讲，遐立了后，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圣经读到遮，讲到。即条要请台湾神学院的陈冠义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愿望”。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咧分享上帝话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圣神上帝，请你来，请你现在光照阮，拍开阮的心，启造南门教会阮即个信仰团体，互阮通通过你本身的话，来搁较认捌你，来体验你，来甲你相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我要感谢上帝慈悲怜悯。咱张牧师、蒋牧师以及小会好意，拄倒嘛看到我的老师甲我的牧师、四牧师伫中间，真欢喜我有机会通来代表伫阳明山领头咱的台湾神学院，来到咱南门教会来分享上帝话，愿大家请安。煞为着过去一年，咱南门教会伫主内为台湾神学院真迫切的代祷、关心。以及奉献。伫即个所在，我要特别代表阮的董事长罗永斌牧师，阮的院长蔡主任牧师，特别向咱的兄弟表达阮台神所有的师生对咱真深的感谢。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是伫咱现主时真黑暗的状况中间，咱点第1支蜡烛，代表一个新的愿望。我也特别选这幅图吼，这个是我伫日内瓦伊的市政厅吼，伊的示徽吼，伊的示徽代表因的精神，就是当初加尔文甲因所有市民咧经过黑暗中间因所做的信仰告别，所以下面有一大字吼，顶悬一大字就是咧讲黑暗以后必有光明。黑暗以后必有光明，是恁行伫黑暗中，因为信仰，因通确信黑暗以后必有光明的一款信仰告别。今仔日我特别用这个做方面，咱要利用时间来甲大家做伙来探讨，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愿望的源头，甲伊的本质到底是啥物？
去年差不多是即个时阵，教育部来到台神进行台神140年来第一摆政府教育部的教育评价。真趣味的一项代志，就是讲有人咧问我讲，啥事台神哪会104年拢歹掠主要是以前台神无要承认政府啦，政府嘛无要承认阮啦所以主要是因为早期国民政府有要派教官，也是各种干扰进入校园，所以毋但是基督教的新学院，包括法鼓山，包括星云迄个佛学院拢拒绝即个立案直到即个宗教法通过了后，咱较有机会，因为减少即个政府的干涉，咱就开始进入立案因为看我家己有企业经营的经验，因就派我去面对迄个专门咧检验学校财务的即位官员的询问啦因为爱一对一的询问。我甲伊对话中间，其中有2个问题互我印象真深，第一个当然是有关于学校的财务收入的问题。伊甲我讲伊足歹想象的。啥事一间研究所，阮有编列7500万的预算较会有超过70%的收入爱往外口募款。伊甲我讲即款爱靠新业的即个财务规划伊实在签袂落去。伊头到就甲我讲即句话我煞毋知要安怎接落去。那拄听到就骹尾就强要冷去。我想讲即声害了了，毋知要安怎讲老实讲，这是事实啦。一间学校差不多70%落海过无款，若是经营公司的人，可能伊嘛挡袂牢。我会记我最后是笑笑甲回答讲阮嘛毋知影阮是安怎经过的。总是104年来台神拢是安尼，靠每一个会友的奉献来度过每一个现实甲困境的日子。我甲讲我讲台神确实是每一天伫现实的中间咧体验神业的一间学校。我家己感觉回答了袂歹啦。总是这位官员拿柄手头的资料，就拿甲我讲有影呢，无简单呢。我第一摆知影讲，原来台神的即款困境，竟然通伫遮的官员面前，成做一个真有力的见证。第二个问题较私人，因为伊手头有我的资料，伊讲你即个人43岁，才对企业中间来读新学院，你是受到什么大刺激吗？其实我知影伊后头的问题是讲，你哪会遐想袂开要出家啦？我会记我的回答是讲，当即时我翻头来看这实在是我人生中间的一段意外。总是不知精彩的旅途。讲完了后，我就甲这位官员差不多有半点钟分享我这段意外人生的经验。结论是安尼讲对我来讲，意外的旅途是帮助我的人生通有新的眼界、新的体验，甲新的超越的一段真丰富的旅程。在想，讲起这款意外的旅途，安尼较听有歹势今年啦我想毋那是台湾，咱同世界拢经历一段意外的旅途，敢是安尼？今年自过年以来，武汉肺炎的疫情。就亲像连续剧相款，每一日拢不断的变化。本来顶个月开始感觉讲差不多通行到尾声的这款疫情无伊讲对11月开始天气变较冷以后，竟然佫亲像顶头变较严重起来住伫台湾相对较安全的咱，也不知佫紧张起来。毋知大家还佫会记得无？
差不多甲顶个月，咱看即边图吼，准时伫下晡2点，坐伫电视的头前，准备去听台湾目前上红的直播主持人，或者顺时钟，听伊直播的议程，然后规工的心情就对确诊人数的即个宣布，咱规工就踮遐起落落，若较侪就有助，若较少就欢喜。这通讲已经是咱台湾人差不多已经要惯习的每一工的功课。差不多8、9月开始，咱就感觉讲较安心啊吼，无伊对11月开始敢若疫情佫开始转来到咱的面前，佫过2工佫规定讲咱爱戴口罩吼，无咱爱罚钱。总是毋知你佫会记得有一段时间，对小店面到大公司，对妈祖婆有要出巡无？也是问主公会当挂香无？对教会有要实体礼拜，也是咱学校有要实体教学，拢受到真严重的影响，拢都爱让路，拢都爱换时间、换方式。随上一直到今仔日，对台湾到通世界，差不多所有活动，伫所有人拢想袂到真短时间中间，就亲像互人饲到即个 pose 即个物件。每一个人也是团体，拢因为即只小的病毒，被迫进入咱所有人一段叫做意外的旅途。这段意外旅途真特别，伊有一个特质，就是伊一开始就将咱前所有感觉讲理所当然的习惯，也是讲咱所惯习的，也是讲咱讲也免讲嘛知的常识，拢总甲拍破。以前咱感觉讲无可能有变化，也就是咱常常是倚靠伊来过咱安全生活的稳定系统。亲像咱每一工都爱去照路线去上班，也是坐公车的路线。亲像每一个月拢会入校的薪水，亲像电力，亲像汽油，亲像银行，亲像粮食甲医疗系统。对即个 pose 以后，咱忽然间明白一项代志。原来供给甲需要失去平衡的时阵，咱的社会以及活伫即个社会内底，咱竟然是遮尔软弱。阮今年3年级的学生，伊的毕业论文内底已经出现一篇名叫做有了复杂吼，咱仔细听啦吼。对加尔文的性礼观来看，线顶圣餐对神圣性的挑战。就是讲吼，线顶礼拜咱要踮遐圣餐吼，敢有神圣性，敢有效？有即款论文吼，我感觉这论文真有新闻感啦吼。总是表示已经有人看见即个意外旅途，毋但对咱的社会，甚至对咱的教会，嘛是一个迫在眼前真大的挑战。所以，毋但是看会到圣礼典。这个疫情对咱已经惯习的真侪概念，也拢产生挑战。安怎讲呢？毋管是实践上对所谓疼厝边的定义啦，你毋知会记得讲，咱讲疼厝边就疼隔壁，总是当口罩开始大开时阵，这个厝边是毋是咱的厝边，咱就有真侪的怀疑。也是伫现实上对教会财务未来的规划甲评估。因为疫情对聚会人数迄款决定性影响，拢都面对真迫切又搁现实的挑战。今年7、8月，我到伫无共的教会咧分享信息的时阵，都有真侪教会咧甲我反映讲，因已经发袂出社礼也是员工的薪水的问题。小教会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年初到今仔日，咱已经行几年啊！我伫亲像看袂到将来。这款真实又搁现实的黑暗内底，互生活伫其中，有人讲已经行入中产阶级的长老会，已经超过1甲子的台湾长老教会。咱这个信仰团体，也是咱内底个人，咱开始真正那亲像行伫受苦中间，也开始真正担着什么是惊吓又搁无助的滋味。
中产阶级真歹担着真正痛苦的滋味。若无即个疫情吼，咱真少担着即个事实。那即个疫情，互咱即款的教会开始担着惊吓又搁无助的滋味。真侪教会欠人，真侪人无法度来聚会，因为真侪是年纪大的会友，因伫即款疫情中间无方便出门，所以100个人真紧的中间就剩30个人，30个人要安怎运作规年的时间，这是真大的问题。做一个基督徒，咱拍算要问上帝，互咱经过即款咱毋甘愿也着甘愿的暂停的即款苦楚，叫咱亲身感受即款无安全、无平安的挑战。也就是上帝催逼咱，都要行上即段意外的旅途，到底是要带咱行对倒位去？这无方便，这苦痛的黑暗，敢有出路吗？即款对未来无把握的等待，到底对咱基督徒有啥物意义？迄个超过咱通控制，已经互咱真实感觉到不安的未来，会是啥物呢？搁较重要的是，咱以前咱拢想讲，因为咱真有把握，所以未来咱看会到。总是伫即个中间，咱开始无把握，即个无把握，真做真正的事实伫咱中间。搁较重要是，咱遮个甲咱身躯边所有人共款，着爱行伫即款现实搁逼近的危机甲忧愁中间的即款基督徒。基督徒是咱受调进入即个世界，咱要往即个世界讲，咱要去见证平安，咱要宣告愿望的咱即阵基督徒，咱到底是爱凭啥物，才通有教业勇气甲自信，家伫每一工对面所来的挑战中间，往咱的厝边甲即个世界活出即款伫确信中间的信仰告别呢？信仰告别，就是讲咱安怎确信甲咱的厝边讲，“Hello，黑暗以后，阮当有光明呢？”你敢有自信通讲即句话呢？咱即款团体要有啥物款甲世间人无相款的眼光，才通互咱超越现实的黑暗，去见证迄个确实的愿望。前有机会伫秋天去到伫日本一个叫做奥入濑西，奥入濑西即个所在看暗叶，主要是为着我甲我的夫人人30周年，存一寡钱，通甲伊做伙去过即个30周年的结婚纪念。即个 course 真趣味，咱来看即幅图吼。即个 course 吼，差不多爱为正手边入海的迄个所在吼，就行对即个溪水的源头，就为正边爱行到倒边。即个源头是石河田湖即个所在。每一个要行的人吼，伊有3种选择，就是讲你要行全程，还是要行一半才来坐车，还是讲为头就坐车吼，你有3个选择。总是吼，阮伫遐想半步，后来我甲阮夫人人就讲，阮决定吼，既然来到遮要行全程吼，用行的吼，差不多18公里左右，要行几工。总是后来阮知影吼，咱的决定吼，咱的选择会决定咱到底要看见什么款的光景。这段头尾就要行几工，差不多18公里以上的路站吼，互人充满真意外的水。行伫无相款的弯月吼，你会看见无相款的景致。所以你看伊弯弯月月吼，总是有足侪真平坦安静的角落，嘛有大水呛流吼，声音哗哗吼迄个阶段。像即款慢慢啊流吼，嘛有大水呛流的时间吼。伫真声势真宽阔的即个水呛边啊吼，迄个幼秀又搁优雅的小水幕，配合了真拄拄啊好。溪水变化起伏，迄款景致，溪边满山遍野的色彩，有时是出日，有时是阴影，有时是落雨。伫即款交叉中间的奥入濑西吼，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水。咱通看几个图片吼，这是较浅流的部分吼，总是嘛是有瀑布吼，瀑布的部分。
总是不知不觉地散步行到路尾站，即、个所在就是路尾站吼，竟然是一个真安静、真安静的水段吼，水潭吼。咱若看倒手边上远迄个所在有一板桥吼，迄、个桥就是终点吼，终点。阮行路的人会慢慢行到迄个所在，去迄个所在上车吼。总是真趣味吼，到路尾站要上车，对原路吼，都爱转去到起点迄个饭店吼。你会看见即个听见规路吼，规车的人游玩规路不断咧发出乌落的声音吼，就亲像安尼吼。这是因为当人坐伫迄个车顶，阮开始会当用一个较悬的眼界，搁一摆去看即条溪水，甲山边的景致的时阵，坐伫即个车顶的人，因为伊的眼界无共款吼，就有另外一款完全无相款的感受。尤其是经过即个桃子瀑布吼，即个桃子瀑布就是正中啊即个所在吼，拄啊好是要爱开始爬行的时阵，就是阮行到即个所在爬行，差不多是行到中道的时阵，你搁巴肚枵骹搁开始酸起来吼，所以伫遐你会做两个决定，一个就是讲放弃，就行去你顶悬坐车行到终点去吼；另外一个吼，就休困一下食饭饱，搁继续行，你有两种选择。所以当阮回头的时阵，即个车因为动车吼，行到即个桃子瀑布的时阵，拄好等下动车啦。啊，你就看见足侪人伫遐停落来，开始要决定讲，伊到底要继续行，还是要爬起来坐车啦。所以迄个时阵，你坐伫车顶的人有一个感觉，你就足想要去弄迄个车窗吼，甲拍开，甲下骹人讲吼，毋好放弃啦。头前还佫有足水的美景通行，这是只有行过一段路的人才有法度做见证。所以真趣味吼。伫迄个所在，我就甲阮的负责人讲啦吼。伊讲，我讲吼，即条溪吼，若有伊的人生故事啦吼，看起来，看伊的起起落落，伊的镜头吼，实在是真精彩。咱若甲即个溪水当做一个人的人生吼，够精彩的啦，有起起落落，有瀑布，有小湾流。啊，阮两个人实在有够稳定吼，伫阮的人生，伫即个30周年的中间，即个时刻吼，会当进入即个溪水的人生中间吼，入去伊的人生中间，甲伊的生命过程，用阮的生命过程、阮的体验来甲即条溪水的人生来做对话，甲伊做伙去谈伊伫各种弯月中间迄个境致，甲迄个滋味。总是我用即个生命经验咧，甲伊的人生弯月来对话时阵，我感觉不只啊深沉，搁较水。总是阮搁较有稳定的一项代志，就是坐伫车内底，已经行过伊的起头、过程甲煞尾了后，阮有机会用一个搁较悬的角度，一个搁较理解伊每一个弯月的后边，的确有新的路径、新的光景，迄款心情，去甲即条溪的人生来做深度的对话。我就甲牧师娘分享这项代志，就是讲这检视上帝通过圣神引带咱参与伫圣经内底每一个无相款圣经人物的故事、人生故事的旅程，真趣味。圣经带咱进入圣经人物伊的人生故事内底，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入去内底甲伊做伙行。来去谈伊的人生的苦楚，总是另外一个真好的角度，就是上帝带咱用一个带咱经过规个拯救故事的起头、过程甲结果，上帝带咱亲身去见证即个故事中间，上帝迄款坚定不移的疼，甲一直要甲咱同在同行的迄款应允。即种伫即个对话中间亲身感受的见证。即款深度读圣经以后，咱的经验会结连，会互咱遮日读上帝话的人，对咱因为行伫黑暗中，直到咱暂时看袂到迄个未来，看袂到迄个未来，就是讲咱即摆咧行，咱感觉讲，敢若无出路。总是看圣经，遮人已经经过遮路站，因为安尼，咱通充满有确实有把握的愿望。所以我常常甲我的学生讲。读圣经上帝的话，是咱所有愿望的起头。因为
咱的信仰前辈捌行过迄个弯弯的路。圣经带咱用一个更较悬的角度，通去看见这弯弯后面迄个面貌。所以今仔日我特别选用先知耶利米伊的人生故事来甲大家做对话。这是因为先知这个角色非常的特别。这先知是受呼召，就要用伊的人生，用伊的尽忠，用伊的宣讲，用伊每一天的行动，用伊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包括伊的目屎、伊的受气，甚至是伊的软弱，来向这个世界宣布迄个捌真正拯救伊家己福音的人。先知是为着这个使命来活的人。对我来讲，检测也是60几年来，徛伫台湾中正区南门这个土地顶头，受呼召，伫遮做先知、做祭司，咱南门教会同工，咱上重要的使命。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做伙进入先知耶利米伊的人生故事内底，咱要行2条路线。咱进入伊的人生故事内底，咱毋但要用伫信仰路途中，甲伊做伙三脚行的角度。也尝试要对规个上帝救赎历史的角度，也就是亲像徛伫游览车顶头咧观看即个角度，咱要用一个伫内底，一个是顶悬的角度来甲耶利米的人生来做一个深度的对话。毋知大家对耶利米即个先知有啥物印象无？想看觅，大概有几个结论啦吼。第一个，伊是真爱哭，对无？所以有耶利米哀歌，伊真够受气。你看通片内底定定咧受气咧骂人，伊讲话真白目，所以定定得罪有权力的人。毋但安尼，圣经甲咱讲，遐个甲伊同一个时代的人，无论是遐个做官的，也是一般的民众，每一个人拢看伊做反叛分子、衰尾道人、失败主义者。就是一个规工咧唱衰因家己信仰团体啦。圣经是安尼描写即个先知耶利米，伊一世人对伊的祖国犹大大声淡声咧呼喊讲：恁爱悔改，因为上帝审判要来，即款警告。即个人前后经过5个王，前后拢总有40年的年纪。总是伊咧活的时阵，毋但无人要听伊的话，甚至人人讨厌伊。看伊做粪扫，伊受尽侮辱、陷害，互人扇嘴巴、拐落江、受困着。即个人的一生是孤独落苦，时常为着伊所疼的国家，伫流目屎、哀哭中间咧过日子。甚至最后伊死伫啥物所在，待伫啥物所在，都无人知影，连圣经也无替伊讲明。即款的人实在是活了有够惨。若要对结果来评估一个受呼召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伊的成绩，通讲即个人稳当是一个无及格的迄位。因为论信息，伊所传的信息是审判，是失败，即款无人爱听、阁无市场的信息。若要讲服侍的效果，安尼，伊搁较一个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侍奉者，因为伊所深深意爱40年呼唤着爱悔改，来免入灭亡的犹大国，终其尾只有照伊所预言的，伫耶路撒冷受彻底毁坏以后，就宣告灭亡。有影，咱若转去看，耶利米对27章到伫最后。圣经是用一字一句，带咱遮咧看圣经的人亲目睭去见证，即个有历史，佮自称讲伊属伫耶和华的信仰团体，最后竟然行到伫人掠厝拆、一尽空虚即款悲惨的画面。每一摆读到即个所在，我拢要问我家己，这是什么款的情形？圣经通过这3组，就是看起来失败、看无愿望的人甲团体，即款组合起来的画面，都是伊组合一个画面，互咱看，一个就是一个亡国的先知，一阵行
拄啊正咧行远灭亡的信仰团体，也是一寡已经真做异教奴隶的上帝百姓。到底圣经通过即款无愿望的故事，即款看起来完全失败的画面，是要对21世纪坐伫咱们教会中间的你甲我，要对咱来讲什么话呢？黑暗、失败，到底要对咱讲什么话？虽然咱的信仰前辈定定咧甲咱讲圣神吼，常常要通过圣经中间每一个故事、每一段对话来帮助咱，因为去看见、去认捌上帝的心意，就要对这个所在来看见愿望。总是咱今仔的问题是，咱常常想无，对这段耶利米甲犹大国看起来明明就是失败无愿望的故事内底，咱是要对倒位才通看见上帝的心意？去找到愿望，特别你若继续看落去27章以后28章，咱这位先知耶利米，伊毋但无配合当时的假先知，伫王的面前开始表演当时真流行的讲和平啦、有愿望啦即款主调，反倒转伊就开始向犹大百姓宣布，互因真绝望的信息。伊就呼吁犹大百姓。讲恁毋通阁做迷茫啊！恁毋通阁听遐个假先知，踮遐咧传讲讲上帝的确会拯救恁啦，上帝一定会守约，也着使恁稳当会得胜，等等即款欺骗家己也欺骗别人的话。耶利米讲时已经到，因为上帝讲犹大即个假先归我，就是恁即个信假的信仰团体，恁袂阁有复兴，袂阁有拯救，袂阁有怜悯。因为当恁用信假来回应上帝对因的呼召的时阵，犹大国悲惨的命运就已经决定。对这个所在，咱通知影一项代志，就是咱若要用信假来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是偌尼啊严重的代志，是偌尼啊严重的代志。总是我特别要讲，就是讲，若是连点伫犹大国，就是上帝所指定百姓的国度内底，咱都找无愿望，安尼，咱是要去倒位找愿望？对犹大国的人来讲因犹大国会拄着即款亡国的命运，实在是互因真恶得相信，因无爱相信即个代志。这是因为南国认为因手头有两个对天顶来的两大保证，就是两支免死金牌。两支，第一支就是圣殿。就是生了真水，正统有历史，对上帝所命令，对迄个伟大的所罗门王所起造起来，佮设立伫真神圣的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圣殿。你若将伊甲当时已经亡国的北国设立伫撒玛利亚，用拜巴力做中心的迄个山寨版的圣殿比较起来，敢若规模内装庄严性。凊彩甲比起来，落嘛是一顿差高笑。而且因顶一个王叫做约西亚，任内有进行10几年的宗教改革，虽然过身，总是过身无偌久。圣殿内底应该有的礼仪甲特殊，看起来嘛还阁有一个缺。根据历史的记载，因每一日也拢有照规定咧进行献祭予耶和华的活动。咱差不多，逐工做礼拜，逐礼拜拢有活动。若是应该公开宣读的法册，因嘛有照实咧读的。遐应该爱备办的服侍人员、司礼、祭司、长老执事，甚至是徛伫圣殿内外咧宣讲耶和华维护遮先知人、教师甲义工，咱想会到的，因拢设立招备。毋但安尼哦，用客观的数字来看。对会众的数字，到伫安息日，遐照惯时来圣殿烧香祈祷的会友信徒，看起来也无较减的。整体来讲，规个圣殿的运作应该算是不只稳定。你若去看奉献箱的数字、业绩嘛算袂歹，一切看起来应该是无啥物大问题才对啊。那第二项。第二支金牌，第一支已经遮厉害啊！吼，第二支金牌搁较大支啦。这是因认为讲吼，因手头有犹大国
甲上帝吼，就是因有上帝甲大比王所立的大笔之约做背书吼，做背书。这个约是对上帝通过拿单对大比王所做出的一款保证。伊讲你的家甲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伫你的面前，你的国位也要坚固到永远。想看卖吼，想看卖，有即款大笔之约会保证伫手头。守约的上帝，哪有可能容允伊家己的圣殿受毁坏？哪有可能将高举以耶和华做招牌啦吼，做招牌的南国，就是属伫伊的百姓，伊家己人下伫外邦对敌的手中呢？无可能。即种上帝为家己拆厝的靠势，互南国犹大的人，甚至到伫圣城第一摆被攻破，因的王号做永雅敬。甲通城精英拢带到伫巴比伦以后，犹原是执迷不悟，也直到最后圣城就彻底毁坏，这个国家就完全灭亡。安尼问题到底出伫倒位？因看起来嘛是有咧拜啊，嘛是有照时间咧信啊，但是即个原因是信毋着方向，拜毋着上帝问题。遐犹原留伫耶路撒冷的人，到国家灭亡的时阵，还袂放明白两项代志，就是第一项，圣殿本身本来就无法度拯救人，就亲像教会有真水的建筑，有100年的历史名声，有真出名的信仰前辈大牧师，也是拢无法度互人成圣，互人得到拯救共款。因为圣经讲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伊讲圣殿是啥物？圣殿是上帝属伫伊，总是要行伫圣约中间的百姓，喜乐稳定的所在。我阁讲一摆吼，圣殿是上帝属伫伊，要行伫圣约中间的百姓，喜乐稳定的所在。也就是讲，既然一群人，咱若甘愿守约，日日要用敬虔的态度，甲上帝相同行。安尼，上帝就要照约伫迄个所在实行稳定。安尼，迄个所在就是圣殿。咱人文教会正人若甘愿守约，日日要用徛伫主面前的即款敬虔的态度咧活，安尼，咱所住即个所在就要是上帝喜乐稳定的所在。即个所在就是伊的圣殿，即个所在就要是属伫基督的教会。若是各种礼仪甲奉献，嘛是相款。全能的上帝，统管世界的上帝，哪有可能需要咱的献祭物？伊嘛毋是对烘牛肉还是羊肉炉特别有兴趣啊。上帝永远也欢喜咱献祭，接纳咱的祈求、咱的奉献、咱的服侍，是因为这个要成做咱每一日。伫生活中间，咱愿意诚心守约，愿意诚心悔改，愿意诚心顺服，来甲伊同工同行的表达，也就是咱的信仰告别。奉献是你我咱的信仰告别。但是即个是咱需要，是咱需要奉献，是咱需要服侍，是咱需要祈祷。因为即款的生活态度要拯救咱。伫耶利米的眼中，人来圣殿、来教会、来服侍上帝，毋是为着要甲上帝建立较好的关系，来得到啥物好处，乃是来到即个所在，用咱的态度、用咱的立志、用咱意爱要甲上帝维持即款关系、即款表示。因为兄弟姊妹主动建立即款关系，毋是咱啊。是咱的上帝，是因为咱甲以色列这个团体拢需要维持这个关系，咱拢需要守这个甲上帝的约，是咱需要听叹上帝的话，伫生活中间行出属伫上帝子民应该有的态度，因为这是咱人要得到拯救唯一的道路。若是进入圣殿，目睭看的是世界，将上帝当作巴力来交易。礼拜煞，较咱的出去，咱就换一个上帝，换一个律，
用顺服世界、守世界的律来做价值的标准，也就是将圣殿甲礼仪当做一礼拜一摆临时的洗身躯经来逃避责任，来自我安慰。这种无敬畏上帝、对约南散的态度，则是南国犹大的亡国，众人会受掠巴比伦伫异教的关系中间最落泪上重要的原因。相反，今仔日当咱看见信仰团体迷失伫世界律中间，来教会其实心内真正相信的，却是巴力，将咱家己关伫世俗的价值的感觉中间，毋愿悔改，行袂出来。然后伫迄个所在讲，咱无仰望找无上帝，灵心失志，就伫遐看青年流失、会友失志的时阵，迄阵咱就会明白，自我中心、敬拜巴力、对约南散。毋知警醒，毋愿悔改，毋甘愿甲上帝同工同行，是教会会看无仰望，搁行往衰微倒退上主要的原因啊！总是你要甲我讲好吧？就算信仰团体因为真正有敬虔，搁愿意警醒、真实悔改，对安尼，咱有可能要看见仰望。你会甲我讲即个道理，我拢知影啊。总是，请问现在受苦、被迫、忧闷、失败、惊吓，对我来讲是遮尔实际物件。在黑暗的日子，咱是要怎样，又要甲当时较常行会了，都会过呢？上帝互咱经过这黑暗的日，对咱有啥物意义吗？伫看袂到未来的黑暗现实中间，有信心、有把握的仰望，请问是要对倒位才生会出来？现在黑暗甲未来迄个确实的仰望中间，到底存在什么款的关系？你若要知影答案，咱犹原就要转去甲圣经内底来找求答案。咱搁一摆转来看，伫圣经中间，即个受呼召传信息的亚利米，伊是怎样面对伊家己迄段每一工充满失败挫折，今仔日毋知影明仔载要安怎？总是煞到40年的服侍失败的服侍人生呢？奥秘，迄个奥秘就在伫亚利米迄个受苦中间的呼唤，甲伊的目屎中间。咱知影亚利米书挂亚利米哀歌，拢总有55篇，其中大多数拢充满目屎、受气甲警告。总是我要甲大家讲，其中有4篇。咱今仔已经读30甲32中啊一部分，是带着甘甜，佮充满未来美丽景致的经文。那这短的4篇经文，咱若转去有机会对30读到33篇，互每一个咧读伊的人，拢要因为亚利米伫中间，迄个甲以前完全无相款，迄种充满喜乐、仰望的见证甲意象，来充满仰望。亚利米书30到33章，学者称伊做仰望的诗篇。有的学者讲，爱看电影的人讲伊是一个通过70年、600年甲2500年交叉起来，或者重叠影像，也是讲一个交叉重叠的镜头吼，真趣味吼。我较爱称做伊是。亚利米伫目屎中间悠远充满仰望笑容的诗歌咯，因为安尼讲吼，较有画面咯，哪流目屎哪笑吼，就是这个4篇差不多是即个味吼，真趣味吼。上帝对即个所在提升亚利米吼，互伊看见一个未来的景致是做啥物款？通过亚利米即款充满未来。异常美景的经文甲诗歌，上帝就将咱遮个对头开始读28章、29章，一直读落去，读到即个耶路撒冷将要灭亡，已经愈读愈沉重的咱吼，将咱对原来已经渐渐黑暗，已经将要灭亡，迄个耶路撒冷迄个现场吼，甲提升起来，甲即个亚利米做伙提升到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角度。就亲像我头拄来讲，亲像坐伫游览车顶头迄个角度，就是对上帝的角度，
也就是上帝应允以稳当要收容、稳当要拯救迄个角度，请咱咧看的人家己去见证，上帝怎样使用一个看起来已经绝望的信仰团体，一个侍奉到已经绝望、流目屎的先知，因的人生故事所互相剖析出来，写伫即个50000诗歌中间，有3个对7600甲2500，3个对近到远前后相塔，充满50000的图像。也就是讲，你通对诗歌内底感受到第一项，伫受掠70年以后，以色列人已经重新转去到圣殿中间迄个喜乐，你伫诗歌内底会当谈到即款滋味。远远看，咱知影70年以后已经受拯救，转去到耶路撒冷。第二个，佫看见伫600年以后，咱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伫历史中间亲身降临的迄款喜乐。若是咱，就是参与伫即个拯救救赎历史中间，回应上帝呼召，现在咧读耶利米诗歌的咱伫2500年中以后，对圣经的故事中间，咱家己要去见证迄个对人民守约上帝所来，伊无弃杀咱，确实佮坚定的迄款愿望。安怎讲呢？因为咱今仔日会坐伫南门教会即个所在咧敬拜，都是即个坚定愿望。咱要成做一个上好的见证人，也就是咱坐伫2500年以后，咱对耶利米看见70年、600年，甲咱家己现在的景象吼。我特别选即个耶利米即个50000诗歌中间的一段真重要，就是上帝亲身表明，上时也伫新约中间，耶稣基督捌亲身引用过一句话来甲大家分享吼，因为即句话实在是真重要。是咱所有50000上重要的起头。上帝对遐个犹伫受掠受苦中间，伫黑暗中间的以色列人，伊是安尼讲吼：讲遐个日以后，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我要用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刻伫因的心内。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迄日要过。我要做恁的上帝，恁要做我的百姓。遐个日要过，我要做恁的上帝，恁要做我的百姓。这是耶和华讲的。因为安尼，还伫苦难中咧行耶利米，通过即款甲上主长头对面中间所生出迄款确实的神，伊就甘愿放手，将伊的眼光看远伫远远服侍旅途终点迄个家园，然后伊一生。尽忠到底，成做即个实实在在50000活活的见证人。600年以后，犹原行伫黑暗受苦中间的即个新约中间的保罗，就通伫受困着的中间，真欢喜告别即个事。就是讲，伊讲阮有即号宝贝藏伫土的器具，是为着要显明即个极大的关联是出伫上帝，毋是出伫阮。所以，阮凡事受患难，但是无困迫；为难也无失望。阮拄着困着，阮也无受放散；受拍倒，也无死亡。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兄弟姊妹，咱做一个侍奉者的愿望，是对每一日甲上帝长头对面的小拄中间所通产生出来。真正的愿望，是对长头对面迄种确实的相信所来。我咧准备今仔日讲道片的中间，我知影一项代志，就是咱南门教会已经伫伊受呼召的即个所在，行过差不多要超过1甲子。虽然面对多元社会的挑战，咱南门教会犹原通伫即个所在继续咧为主做见证。咱教会这么水的人生故事，实在是真水的代志。我想，除了上帝对咱南门教会有特别的恩典以外，我想咱教会正信仰前辈，伫因信仰路途中间，遐坚定敬虔、献身的脚迹，也拢是真水的见证，也拢要互咱再继续。
咧跑走天路的人，通对因的故事来看见确实的愿望。咱诚做即个真水传统的继承人，在座南门教会同工，咱受呼召，就要继续伫即个所在传讲、见证即个极水的教会人生故事。安尼，咱拢有责任伫咱即代，互咱教会搁一摆亲像60几年前共款，对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有迄款充满的热情，来回应上帝爱咱遍传福音。伫咱身躯边即个土地顶头，要带领咱厝边的人，伫现在迄款摇移不安的中间，去看见光明甲愿望的即款呼召。安尼，咱要对倒位开始即个行动呢？过去伫教会同工做教学分享的中间，常常有人甲我讲咱即款看起来已经真老化的教会结构。咱即种有时互人真失望的艺术效率，逐摆开会拢要开5-6点钟，咱需要做彻底改变啦。也有人建议讲，恁爱引用新的混响舞台式的敬拜策略，就要设计搁较有完整、有效的管理组织。咱着检查，就要看市场的需要来决定咱的行销方式的即款经营策略。也是着搁较倾向消费者对中心的行销技术甲手法。我伫想，遮个伫世界律的考虑顶面拢无毋对。总是照圣经来看，伫万民该祭祀的时代，教会信仰团体想要有复兴，第一项代志就是你我咱着要互相诚做对方的祭司啦，毋是做我家己的。咱来做礼仪的对方的祭司，互相诚做对方属灵的帮助者，也就是互相代先将对方用我做见证来带来到上帝面前，来面对上帝。若要诚做即款的人，承担即款的呼召，安尼第一件事就是要谦卑家己，要求家己对世界律中间重新翻头，诚心悔改，转来到上帝面前。来追求上帝，真正去明白伊、听伊、顺服伊，然后用即款我现在就徛伫上帝面前的敬虔，以及随时我就要甲伊相同行的即款生活态度来进入世界，伫每一日甲世界的价值不断的精进中间，学习因为完全的信甲瓦靠来参与伫其中体验迄款受上帝重新起造出来的信心、喜乐、讨棒甲自由。我常常爱讲，我甲学生讲，即款自由是咱基督徒一生咧追求的自由。即款自由就是保罗甲罗德马丁拢捌宣告过的即款自由。都是什么款的自由呢？就是因为基督，咱诚做万人之上。总是为了基督，咱甘愿诚做万人之下的即款讨棒甲自由。活伫即款自由中间的南门教会，咱要有机会通回应上帝拯救呼召，勇敢超越咱南门教会原来有限的想象甲限制，行向上帝所为咱开展的全新境界，亲身去见证伊所要爱实行伫即个土地顶头的拯救。对即个事，阮有愿望，也充满信心。因为照今仔日的经文，上帝对咱的应允是安尼讲：遐个日以后，我甲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即个，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恁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安尼，咱通宣告，上帝伊玛内利决意要每一天甲咱三角地地平安应允甲祝福，就要通过今仔日，咱已经决志要真正诚做上帝子民的咱南门教会，就要显明伫世人的面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伫规个社会拢感觉真无助、黑暗的时刻，阮特别需要你的同行甲保守。诚做你伫救赎即个地当中，阮感谢你呼召阮甲阮的教会，互阮有机会通因为对即个世界分别，转来到你的面前，面对你，也重新思考你呼召阮来到南门即片土地顶头的意义。由你的神时刻更新阮的心智，
互阮出去面对世界各种挑战的时阵，会当悠远坚定无摇掣，找肯阮出去，准备阮，使用阮，伫不断的征战中间，每一工学习怎样放落家己，用你的心做心。请你祝福阮甲阮的教会，通有对你来的勇气，不断地面对各种的抗压、各种的征战中间，学习因为开始完全顺服，开始完全倚靠，来得到迄个确确实实的愿望。因为安尼，阮就要为阮的厝边带来真正的平安甲光明。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最后，我用一丝仔时间来看咱的影片。阮台新有一个影片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哪放我就哪讲吼。这是台新的校园吼。大家平安，我是蔡珠伦牧师。首先，我要代表台湾神学院全体的师生，向咱表达上深的感恩。感谢正兄弟伫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台湾神学院的支持、带导甲奉献。2020年实在是一个真艰难的一年，疫情带来全世界侪人的死失，互世界无搁相款。对神学院来讲，我也面对侪新的挑战。伫即个困难的时刻，台新的学生主动发起台新献血的行动，主动提供弱小的教会帮助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伫4月到6月中间，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为了台湾甲世界的平安、教会复兴来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在线上里，就是像在点灯一般。我们要成为这个财神，成为世界，成为众教会的祝福。今年的上年讲座，感恩嘅讲座，好好做项突破性的决定，就是现场参与甲线上直播两种方式。感谢主，因为安尼参加讲座的总人数比以前增加侪，由海外学员来参加。阮伫10月底举办新学生活体验营，邀请有志献身的青年来到新学院体验新学生的生活。感谢主，有60几位报名参加。伫即个营会，因会当明白上帝对因的呼召，也毋望因会当加做上帝国所动用的工人。目前台神有提供拨款的学位，有道学硕士、灵性咨商硕士、教会音乐硕士、神学硕士甲博士，以及教育博士，互无共款温水遐的姊妹，拢会当来回应上帝的呼召。4年前，台湾神学院通过教育部的立案，互神学教育会当搁较开阔来发展。做事当时阵，我也面对着校舍老革旧以及设备需要换新的挑战。感谢上帝带领。期待久久的男生宿舍整修，伫7月已经开工。虽讲经费也未完全到位，只是我相信中建以后的男生宿舍会当互学生伫更较好的环境中来学习甲成长。值得感恩的是，台神有宝贵的历史甲信仰的传承。今年的毕业典礼伫马偕博士的故乡苏格兰风笛的音乐中，搁一届提醒咱。来学习宣教师因自愿甲放下家己的精神，这也是咱台湾神学院所继承的精神。今年暑假，台神老师去到新竹尖石乡的大叶部落，这也是台神前院长孙雅国牧师甲孙仁的牧师娘捌也传落因的所在。听伊讲起48年前，台亚教会经历圣神更新的故事，这是一段台神老师的寻根之旅。搁一届感受当年宣教师传落伊的热情，这也是一段属灵的旅程。阮恳求上帝继续带领台神群体先辈的脚力，传扬基督福音。
这几年来，台湾神学院所行的每一个脚步，拢有上帝恩典的油得地。伫疫情的中间，伫立案了后的台湾神学院，拄徛伫一个要重新出发关键的时期。伫这个艰难佮重要的时刻，我真需要正兄弟出钱出力，帮助阮会当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继续培养优秀的上帝国工人。7500万是天文数字，总是甲我甲即个教育部的官员咧对话同款吼。阮学校是每一工咧经历即款对上帝呼召遮信徒对即个台湾神学院所展现出来的信仰吼。所以阮实在需要大家斗相共，总是阮嘛有信心吼，伫即个家庭内底，总是阮会得到阮即个。家庭内底的即个担当上好的支持，阮咧经历即款的信仰，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感谢陈牧师的正道甲报告。继续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起立。请坐。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赖玲玲执事甲叶宏一执事来书献。
济。这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今仔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点代表5人的头一支6条，请兄弟备办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礼拜后也请大家会当留落来交易。第2点，今仔日也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咱感谢陈宽义牧师代表台神来到本堂正道甲请安。希望大家会当对台神会更较更加关心。第3点，因为全球疫情更较严重起来，机关署要求出入教会参加礼拜，拢爱全程来佩戴这个口罩请兄弟配合。第4点，北中妇女事工部本礼拜6，12月5号上午9点半，要伫本堂举行66届部员甲40届妇女合唱团新局任干部交接的就任的感恩礼拜。咱恭喜咱教会的王丽卿姐接任妇女事工部的部长，请大家为着丽卿姐来代祷。第5点，教会今年所布置的圣诞红欢迎兄弟用认购的方式，一本150块认购的圣诞红会先放的教会伫12月20号圣诞的赞美礼拜了后，较摕倒转去。请办公室来登记甲交钱第6点，圣诞庆祝会今年伫12月19号礼拜6来举行，主题是越来越爱你。规活动的流程是下晡3点半要开始表演的大会，6点半要开始来欢乐办桌趴参加每一位100块，甲个人的报名，请黄干事来报名，团契报名就甲各团契负责同工来报名甲缴钱。团契消息，圣乐队今日开始练圣诞的歌曲12点半开始练唱，请圣乐队的队员留步。双人团契为着要庆祝这个圣诞会节目，下礼拜日连续2礼拜，要第2场礼拜后，请双人团契兄弟留落来伫地下室来练习。具体消息，洪淑芳一个妈妈甲林林如一个老爸，伫顶礼拜4。10月26号安息，请为着遗族来代祷，愿上帝来安慰夫妻。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开定咱今仔日平安礼，咱就无来进行。我代表教会来欢迎咱中间有几个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这拢是陈秀玲长老的朋友有陈玉德甲林碧霞兄夫妇，毋知伫咱中间无？来，请起立，咱来欢迎伊还佫有一个黄宝凤姐，毋知伫遮无？黄宝凤姐，伊拢第一遍来到咱教会，咱欢迎伊。干一项就是迄个圣诞节的代志，赶紧报名如果团结，我看有的人已经开始报名。佮另外一个就是遮个真水的遮个圣诞红，如果你若认购甲迄个黄干事小登记一下，照教会摆伫即个所在，到12月20咱圣诞赞美礼拜了，你就听个第一段再拜托大家支持，好，多谢。咱甲来吟祝贺诗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啊，恁通平平安安出去，进入世界，继续为主做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个做伙，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月岛闭会。